我哋嗰個銷量同埋個自動嗰個翻單，呢個係好龐大嘅，呢個先至最犀利。OK， 呢啲先至叫做多，同埋一路累積。我哋就係將消費其實好簡單，每個人都消費，你同我同身邊所有人都要消費㗎啦。日常用品、生活用品冇得避免，我哋只係將個消費變成投資，或者將呢個消費變成我哋嘅財富嘅理念，就係將更加多嘅人分享到呢個產品之後，將更加多人嘅消費變成一個佢哋嘅投資，亦都係佢哋嘅財富。呢個先真正嘅叫多。咩叫快？咩叫慢啊？係咪有啲人又講過咯，又會批評艾多美太慢啦，其他平台快啲，其他賣嗰啲產品咧，高價產品雖然係貴，但係咧我賣到幾單咧，我就賺錢啦，我即時落袋，即時有錢 cash 落袋，係嘛？大家聽過呢件事啦？你艾多美太慢啦，艾多美好似即係啲生意即係賺錢太慢啦咁樣。只有唔需要從頭嚟過嗰啲先至叫做快。意思就係咩？意思即係話出邊大部分嘅直銷其他嘅商品 ，OK 或者高價嘅產品，或者唔係性價比唔係咁高嘅產品咧，好容易做下之後咧就停㗎啦，或者甚至會倒閉㗎啦，甚至做下之後去到樽頸位咧，你冇得再去㗎啦，你都冇得自動翻單㗎。但係艾多美好不一樣嘅就係話，艾多美呢個產品咧，佢真係嗰個吸引力好大啊 ！OK， 性價比好高，同埋自動翻單。OK， 成日都講啦，全世界人都講啦。艾多美產品你真係用心用咧，你用一件愛一件，你用一件你又中意一件嘅，係真係事實嘅喎。你一路會發掘到艾多美不停會再發掘到艾多美呢個產品嗰個優勢啊，嗰個魅力啊，係嘛？嗰個好處嘅。咁所以呢個就係真真正正可以累積嘅。我哋唔需要重新再嚟過嘅，呢啲係真好重要啊！大家都係接近中年啦，步入中年或者已經係中年人啦，我哋都唔想做一啲咧短暫嘅，或者係好表面嘅。我哋做一輪之後，賺咗一輪錢之後，跟住後邊就冇啦，跟住就唔能夠再持久嘅。咁我諗相信大家都唔想咁樣啦，所以艾多美呢個真真正正係可以累積嘅，可以累積呢啲先叫快。咁所以我覺得係好重要啦嚇，大家個理念好清晰啦，咁同埋即係我知道都好多基督徒喺度係咪？呢個會裏邊係嘛？咁我哋都係其實你越聽阿崔老師嗰個超越成功學咧，根本其實佢就係好多係聖經裏邊嘅真理嚟。係嘛？我哋上一堂講緊係尋求真理，係嘛？真理先至能夠令到人自由。OK，咁呢個其實全部都係講緊乜嘢？人嘅尊嚴係嘛？要以人為本係咪？要係好尊重人。OK， 真係對人要好係咪？要有一個愛心，要有一個真係關懷。其實呢個真真正正係發揮緊咧，真係嘅嗰個聖經裏邊嘅教導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董事長就係創辦艾多美嘅時候，佢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，佢係一個領導人啦。咁佢真係將聖經裏邊嘅教導，聖經裏邊教我點樣去做人處世，放咗落艾多美事業度，放咗落去我哋嘅企業文化、我哋嘅原則中心啊、我哋嘅正善上略啊，所有呢啲嘅我哋艾多美嘅文化咧，全部係嚟自聖經嘅。包括真愛靈魂 ，OK， 呢啲全部都係嚟自聖經嘅，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即係力量 ，OK， 我覺得真係好唔一樣啊！我哋真係會感受到，我哋跟住艾多美呢條路行咧，我哋個人會成長，我哋個人會進步，同埋咧係會真真正正幸福啊！呢個先重要。好多其他我都見過好多其他做其他生意啊，做其他行業、其他平台嘅人啦，可能佢真係賺到錢。可能佢短暫或者係佢好彩，可能真係捉到啲機會賺到錢。但係好多賺到錢嘅人咧，一啲都唔開心，係冇幸福嘅，冇嗰種心安理得啊，或者係真係賺咗一啲錢係唔應該賺嘅錢。佢賺錢嘅基礎就係話要剝削其他人，要令到有好多人受傷害，要打擊到好多人 ，OK 去賺錢。例如出邊好多嗰啲揾快錢啊，咩以前嗰啲咩資金盤啊，或者有啲產品根本 mark up 到天價，mark up 10幾廿倍嘅價錢嘅，即係嗰啲產品係其實變相就係乜嘢咧？揞住良心
去賺一啲不義之財。我哋真係諗都唔會諗，我諗都唔會諗呢樣嘢，因為呢啲錢咧，你信我，就算俾你賺到，你都袋唔亂嘅。呢啲錢咧，真係冤枉嚟瘟疫去嘅。你即係就算俾你賺得到嗰啲所謂嘅快錢咧，因為你要知道，你賺咗呢啲錢咧，其實係好多人嘅血汗錢，可能係好多人，可能或者甚至係你嘅親朋戚友嘅一啲嘅可能係退休金啊，可能係一啲嘅細路仔嘅教育基金啊，或者真係要幫屋企人醫病嘅錢咧，呢啲錢你咁樣用嗰個手法去攞咗之後，你自己袋咗落袋咧，係一定唔會安樂，佢真係有天理嘅。呢個世界係有天理嘅，所以我哋係做一啲係對得住天地良心，我哋真係做艾多美係真係好健康，係嘛，好陽光嘅一個事業，係嘛，可以幫到人，幫到人健康，幫到人可以用好產品，幫到人可以賺到額外嘅錢，幫到人去改變命運，幫到人去改變佢哋可能全個家族嘅命運。OK， 咁呢個係好唔一樣咯，係嘛？我見到係嘛，Maggie 下個月攞2蚊係嘛？係咪？Maggie 就唔係我啊，Maggie 唔係佢攞咗啦。佢有烏嘛係嘛？阿烏嘛，我講阿烏嘛係啦係啦。係啱攞咗。係啦，啱攞咗係咪？其實咧，我聽完佢之後咧，我心裏邊更加有個念頭就係話，我真係好想盡快幫你哋成功。我唔想見到繼續，我知道你翻好遠。係嘛？你應該係住新界，住大埔係嘛？係嘛？住大埔，但係翻工係翻邊度啊？堅尼地啊！堅尼地城，咁樣一來一回，每日你淨喺路上嗰種煎熬啊、溝通啊，係嘛？嗰種辛苦啊，即係我好深深感受到咧，就係真係好想你喺艾多美事業咧，真係要揾到你嘅一個好大嘅成就。喺艾多美成功咗，係嘛？你可以真係發揮，你可以全程投入，而最重要就係艾多美可以俾到一個好安心嘅未來你，可以一個好好嘅計劃，可以一個退休嘅計劃，唔需要再擔心錢，唔需要再受埋啲無謂氣，係嘛？唔需要再睇人哋無謂嘅面色。OK， 我唔係淨係講個烏啦，可能其他嘢做緊工作仲有嘅 partner 都一樣啦。咁我哋真係唔係咁容易去揾到一個咁嘅事業機會，所以艾多美呢個係真係難得嘅，我哋真係要好好珍惜，我哋真係要就係大家真係要向住目標 ，OK， 向住目標，唔可以唔遲，同埋難得就係有我哋今次我哋有呢個咁好嘅超越成功學啦，好真係跟住呢個方向，好借呢個力量，跟緊系統，千祈唔好丟隊，千祈唔好半途落車。你半途落車咧，你會損失好多嘢嘅，你諗下，出年中國會開 Ajamo， 你諗一諗都有好，你幾興奮都有幾興奮，我話俾你聽，中國開 Ajamo。咁你諗下啦，如果你係一線品牌嘅老闆，你係嗰個 in charge， 你知道中國大陸要開呢個嘅 Ajamo 線上合作平台，你願唔願意去同艾多美去合作咧？我諗唔使懷疑㗎，呢件事唔需要懷疑㗎啦。如果下年中國開 Ajamo， 即係話咧會係驚天動地，係好震撼嘅，係震撼全世界嘅事。咁同你有冇關係咧？同我哋香港人有冇關係啊？絕對有關係，因為我哋每個香港人一定有親朋戚友喺中國大陸，一定有㗎，會冇嘅。我哋個根都喺中國嚟㗎嘛，我哋嘅祖先都係中國嚟㗎。咁所以其實呢個淨係呢一個就已經好值得興奮。艾多美中國定咗目標，3年之內，艾多美成為全中國 top one， 全中國 top one 會超越埋 A 公司。3年之內超越埋 A 公司喺中國成為艾多美成為 top one 嘅公司。5年之內全球嘅 top one。5年之內定目標啊！艾多美咁呢個係阿博董事長定嘅目標。5年之內
艾多美要成為全球嘅 top one， 全球嘅 number one。我好深信呢樣嘢會做得到，因為你冇話想像啊！如果27年中國開 Ajah Mall， 你諗下嗰個業績啊，以一個幾多倍數嘅增長，以點樣爆炸式嘅增長 ？OK， 我哋中國大陸唔係好多啫，中國大陸我哋有200幾萬個經銷商，200幾萬個經銷商開 Ajah Mall之後，所有衣食住行百貨，所有生活嘅必需品、消費品，所有嘅商品，全部都可以喺Ajah Mall，全部都喺自己嘅商城裏邊去完成嘅。呢個真係會爆炸性增長㗎嘛！大家拭目以待，大家真係拭目以待。唔係好耐啊！我唔要你等10年8載啊！而家講緊係2、3年，2、3年時間咧，呢個真係我哋會見證到嘅。所以而家我哋要做嘅就係話，唔好等事情發生，我哋真係要鋪好咗、鋪墊好而家條路。OK， 定好目標。OK， 銷售大師、鑽石大師、自動型銷售大師，甚至玫瑰大師、星光大師，定好你嘅目標。真係定好咗你目標之後咧，到迎接呢個爆炸嚟嘅時候咧，邊個係大贏家就係睇下呢2、3年邊個會最鋪墊得最好，邊個用最多嘅努力咧去建立好組織。OK， 呢個係真係我唔係呃大家嘅。如果呢2、3年咧，你唔係盡力去瞓身去做艾多美咧，你會損失好多嘢。3年後你真係會損失好多嘢。當你睇到中國成為 number one 艾多美Ajah Mall 爆晒嘅時候，如果你自己嘅組織都未大，你個自己組織你承載唔到啊，你承載唔到嗰個爆炸威力啊嘛。咁所以呢個好重要啦，我哋大家一齊真係要捉住呢個機會。人生好難得嘅，好難得碰到一個咁嘅商業機會，好難嘅，真係嘅。我哋唔係咁多人睇得到，唔係咁多人有機會明到，亦都唔係好多人咁多人有機會認識到艾多美。但係我哋真係要好好捉住艾多美 ，OK？ 因為真係呢3年好關鍵，認真跟住系統，認真打死唔放棄，認真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望住你嘅目標 ，OK？ 3年時間，唔好話自動型銷售啊，有機會你成為自動型回歸。我唔講到咁高先啦嚇，唔好講到咁高級啊！去到自動型回歸咧，你嘅平均月收入咧都超過10萬蚊以上，係平均嘅，一定有㗎啦，平均一定有嘅收入。OK， 一個自動型回歸，所以我哋就向住呢個目標，用3年時間去賺人哋30年都賺唔到嘅錢。呢個好緊要啊！呢個概念啊，我哋用3年嘅努力，去超越咗好多普通人30年都做唔到嘅成就 ，OK？ 咁所以大家加油 ，OK？ 大家真係俾心機，咬緊目標 ，OK？ 同埋咧嚟緊 AI 啦，我哋要運用啦。咁同埋咧2月份嘅成功學院啦、東莞啦嚇，我哋21至25號咧就會去韓國，25號落機之後咧26號朝頭早我哋就會去東莞 ，OK？ 26、27號係東莞嘅成功學院 ，OK？ 鼓勵大家可以的話安排好時間。係最多嘅 partner， 譬如你核心要發展嘅 partner， 一齊去感受下中國嘅威力、中國嘅速度、中國嗰種嘅爆炸性威力。OK， 咁呢個係要部署好啦。咁同埋煙台之旅啦。OK， 每3個月我哋要成3次嘅銷售大師嘅資格啦。咁如果係未去過煙台嘅，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啦。大家你都知道啦。就算你去過煙台嘅，你第一你都可以再去再插電，或者你再爭取到的話，你可能有啲係新嘅 partner， 有啲係你嘅銷售大師，都可以俾佢哋有機會去感受啊。阿烏啊，去上次第一次去煙台啊，好開心啊！我見到你食飯，好唔同啊，好雀躍啊，都係啦，咁都係事實嚟嘅。真係每一次呢啲嘅獎勵咧，每一次呢啲嘅都係一個好強嘅留心針去俾到我哋咯。咁啦，3月至到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至到8月尾啦，6個月裏邊，完成6次銷售大師嘅資格咧，就可以去續離山。OK， 預計我哋會今年11月，哇，天氣都凍凍地㗎啦，都 OK。應該未有雪嘅，應該就11月都係凍㗎啦。11月會出發去韓國，會去續離山嘅。OK， 5月份我哋會出發去煙台嘅。OK， 咁如果未去過續離山嘅，未去過我哋嘅發源地嘅OK， 一定要爭取去，無論如何爭取去住翻自己公司嘅度假村。
OK， 住翻自己公司嘅酒店係不一樣嘅體驗啊！呢個係啊，咁同埋個信心啊，對自己係嘛？Maggie 上次同我哋一齊有參加過蜀梨山啦，係好不一樣嘅感受喎。同埋你睇完科馬集團啊，你真係入去睇下我哋嘅公司嘅實力啊，見證下 OK， 我哋公司有幾強大嘅一個背景後嗰個實力咧，你對你嘅信心係好不一樣嘅。所以大家定下目標 OK， 呢個月2月份 OK， 我哋要成個學院啦，跟住嚟緊要追煙台同埋追呢個韓國之旅嘅，大家加油！